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6月9号。这一期咱们闲聊一下，聊失业，聊目前的经济现状。我今天在网上看到一个自媒体文章，这个是谁写的不重要了，因为它只是一个评论。它这个评论很有意思，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什么疑问？说为什么失业的那么多，但是这个社会总体还很稳定？我想很多人恐怕都有一些疑问。我们身边很多人失业，很多人陷入窘境，是吧？困境，按揭贷款买了房子，但是失业了，房子要被拍卖，要破产。1270万大学生毕业即失业，找不到工作，导致现在高考，是吧？人数都在下滑，等等，这些都跟就业有关系。那既然大家天天都说就业难，是吧？那怎么好像这个社会还挺稳定的，四平八稳，稳中向好？所以很多人有这样的疑问。他这个文章恰恰就解释了这种疑问，但文章对错咱们先放一边，它是个自媒体的一个观点，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是怎么说的。下面都是文章自媒体，他说为什么失业的那么多，总体还稳定？这是最近很多人心底最大的疑问。打开朋友圈是毕业即失业的焦虑，刷短视频是大厂裁员、中年降薪的哀嚎，数据似乎也在印证这种体感。青年失业率一度居高不下，大家都在喊着钱难赚屎难吃，但诡异的是，当你走出家门，去看看高铁站的人潮，去夜市里的烟火，景区里的拥堵，甚至你所在小区早晚高峰，你会发现这社会好像压根儿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不仅没有乱，反而透着一种诡异的平稳。文章说，这背后的真相并不是什么幸存者偏差。那我们很多人就说了，这是幸存者偏差呗。你住在别墅的那个群里面，那你肯定是感觉不错。你天天坐飞机，那你当然感觉到飞机上人很多，经济蒸蒸日上等等，这叫幸存者偏差。那你跟一堆失业的人这一块，那聊的天天都是失业。作者说，这不是什么幸存者偏差，而是中国社会的底层运行逻辑在悄悄发挥着超级缓冲的作用。第一层缓冲叫海绵效应，谁说失业了就只能在家躺着？我们对失业的传统定义是断了收入来源，但在今天的中国劳动力市场是一块巨大的海绵，那个在互联网大厂被优化的程序员可能转头就去开了网约车，那个被裁掉的外企销售可能正穿着黄马甲在送外卖，那个关了门店的个体户可能正在直播间里声嘶力竭地喊着上链接。我们不叫失业大军，我们叫灵活就业群体。这几亿人存在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蓄水池，当水满的时候，他们去干高薪的脑力活；当水退的时候，他们立刻脱下孔乙己的长衫，卷起袖子干体力活。只要肯吃苦，一天赚个100-200块钱饭钱，在这个国家依然是不难的。这是作者的观点。这种向下兼容的就业弹性吸收了绝大部分失业冲击波。第二层家庭缓冲，中国是家庭的终极兜底，县城与老家是最稳的退路。西方人失业面临的是交不起房租，流落街头，但中国人失业大不了就是提着拉杆箱回老家。这就是中国独特的县域经济和家庭伦理带来的超强缓冲。哪怕你在北上广深混不下去，回到那个18线小县城，家里总有一口热饭，父母总有一套老房子。这几年为什么逆向春运越来越多？为什么县城里的星巴克蜜雪冰城人满为患？因为大量的年轻人退守到了生活成本更低的地方。在县城，没有1万块的房租，没有30块钱的外卖，顿顿吃妈妈做的饭，一个月1-2千块钱，可能活得很体面。这种进可攻退可守的农村加县城地盘，是中国城市不会发生动荡的定海神针。第三层缓冲消费降级，当消费不断线，换一种方式，钱换了一种方式在流动。你以为大家没钱了就不消费？错，大家只是不消费那些高溢价的东西。以前失业大家不敢出门，因为出去一趟就要花几百块钱。现在几十块钱的平替服装卖爆了，9块9的瑞幸、郭川实惠的半成品踩成了刚需。
淄博烧烤、天水麻辣烫、开封王婆，为什么这些低客单价的文旅项目爆火？因为大家依然有社保、有社交和娱乐的需求，只是把预算从5星级酒店降低到了100元快捷酒店加路边摊。经济机器并没有停转，只是从高铁模式切回到了绿皮车模式，大家都在精打细算的过日子，但这本身也是一种庞大的经济循环。第4层缓冲叫预期管理，年轻人正在完成心理区内最根本的稳定来自于人心的稳定。过去我们为什么不稳定？因为预期太高，觉得买了房就必须暴涨，读了硕士就必须年薪50万，这种高预期一旦落空，就会转化为巨大的愤怒和戾气。但现在这一届年轻人完成了惊人的自我心理干预，他们开始信奉，只要我不买房子、不生孩子，我的抗风险能力就极强。他们开始接受世界是个草台班子，接受自己可能终其一生只是个普通人。躺平看似是一种消极，但在宏观社会学上，它恰恰是一种避免社会内耗的减压法。当大家都不再相信暴富的神话，不再为了向上攀爬而互相踩踏时，社会反而进入了一种低能耗的稳定态。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在网上看到的现象是有放大效应的。算法知道你关注就业，就会不停地给你推送裁员的消息。这种高频的信息轰炸会让你产生一种天塌了的错觉，但真实的世界是多元的，有些行业在萎缩，但有些行业其实还在招人。只要那些还在正常上班、正常赚钱的人，通常不会在网上发声，沉默的大多数才是社会的主体。那些在短视频里哭诉的人，往往是处于风暴眼中心的那一小部分。既然看清了真相，我们该怎么做？第一，接受增长的现实，别再怀念那个闭着眼等着赚钱的时代了。现在逻辑是胜者为王，只要你能保住现金流，不瞎折腾，你就赢了大部分人。第二，降低精神内耗，失业不丢人，没钱才丢人。如果暂时找不到体面工作，去干点不体面但能赚钱的活，一点都不寒碜。第三，守护好你的家庭。既然家庭是最后的蓄水池，就多花点时间经营亲情，那是你最后的退路，也是你最硬的铠甲。第四，保持学习，别盲目考证，学习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逃避现实。回到我们开始的话题，为什么失业那么多，总体还稳定？因为在这个国家有无数个送外卖的夜晚，有无数碗老母亲煮的清汤面，有无数个退守县城的年轻人，用他们柔韧的生命力死死拖住了这个下坠的时代。这并不是一种值得歌颂的稳定，它是带着几分无奈、几分妥协，甚至几分血泪。但我们必须承认，正是这种深植于中国人骨子里的韧性，这个韧性指的是坚韧的韧，这里面所有的韧性都是坚韧不拔，那种给点阳光就灿烂，给口饭吃就能活下去的蝼蚁般的坚韧，铸就了这个世界上最庞大也最难以击垮的社会底盘。稳定不是因为上面风平浪静，而是因为下面水太深，而我们都是那深水里默默游着的鱼。只要大家都还在努力生活，只要烟火气还在，这个社会就垮不了。这个文章很有意思，整个的就这样，我把它整个念了一遍。我怕我转述说的不够这个准确。这个文章说实话，有些地方我还是认可的，但是更多的地方我是不认可的。那文章中说，那我们怎么应对当下？第一个，脱下长衫，你不要在乎颜面，能赚着钱就好。存钱，那这些都是咱们提倡的。比如说他说要保住现金流，不瞎折腾，没错，这个我们一直提倡。咱们辛苦赚的那点窝囊费，一定要把它看好了。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你保住你的窝囊费，不要被人骗了，不要被人割了，
你就是胜利。第二个，他说降低精神内耗，失业不丢人，没钱才丢人，这没错，大家不要焦虑，不要内耗，你内耗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会让自己越来越虚脱。暂时找不到体面的工作，去干点不体面但能赚钱的活，这说法不错，没毛病。第三个，他说守护好你的家庭，这个怎么说？这个也没错，这不就是都是正确的废话吗？你经济好，经济不好，你都得守护好家庭。你或者说守护好家庭跟经济好坏没关系，但是残酷的现实是什么呢？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贫贱夫妻百事衰。这些话那也是咱们的老祖宗智慧。当你失业，当你不行的时候，家庭能给你的亲情温情其实也是有限的。写这个文章的自媒体很显然他没有太多的社会经历阅历，我可以这么说，他也不知道农村是什么现状，是他自己在那想象的。甚至我都怀疑写文章的自媒体很有可能是个码农，刚被裁掉之后转身就去送外卖了，送的还可以，一个月7、8千，让他觉得又找到自信了，开始在这感慨。他这个文章里面有很多实际上是低估了这个叫恐怖螺旋的威力和杀伤力。你比如说他说的什么3个海绵，这叫韧性吗？第一个缓冲海绵，失业了之后就去送外卖，开网约车，也就是向下降维。码农失业不要紧，找不到工作你去送外卖，开网约车。那这个大家都看到了，现在外卖是过剩，注册的是2000万骑手。实际上我们现在的订单一天好像是11亿订单，那这都有数据的，它只能养活400万骑手，那也就是1600万骑手是过剩，而且这个现状还在不停的恶化。这并不是到这儿就结束了，骑手会越来越多，订单会越来越少，人均订单就更少。网约车也是这样，各地都已经开始预警网约车饱和。所以第一个所谓的海绵效应缓冲，实际上它是个伪命题，也就是你没有看到它还正在恶化。接下来你就是程序员失业，你送外卖，你都对吧？你只能填饱肚子，你想靠送外卖去把你按揭贷款给还上，你想靠你的送外卖去给孩子交辅导费，那都是想多了。所以说这第一个所谓的缓冲海绵已经失去了它的缓冲力，已经过剩了。这个东西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是你想象的，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失业，一失业大家都去送外卖，蓄水池嘛，都去开网约车，那必然导致叫供求关系发生巨大变化，供应过剩，需求在减少，因为写字楼的人越来越少，需要打网约车的人也越来越少，吃外卖的人也越来越少，但是送的人越来越多，开网约车的越来越多，这种现象在恶化。那第二个缓冲，他说不行就回家吃妈妈做的面，一个月1、2千，对吧？这个作者说一天赚个1、200的饭钱，在这个国家依然是不难的。这话说的就有点扎心了，一天赚个1、2百块钱饭钱不难，那还有很多人确实，我们有6000多少，对，是多少人人均收入是在1000以下的一个月啊？这哥们儿你能不能把这解释一下？一天赚1、2百不难，他说在我们现在这个国家一天赚个1、2百不难，那也就是一个月赚个3000到6000不难，是这意思吧？但是我们有6亿人是吧，人均收入是在1000以下，你给解释一下。那是这都是这么多人是懒是吗？你不说不难吗？不难，为什么还有人是6亿人人均月收入是在2000以下？那这6亿人是懒。所以我说这人他不过脑子，他说的说赚个1、2百不难，恐怕指的是你大学毕业，对吧？有一定的认知，身体还好，20多岁，理解能力还比较强。像这种人一个月一天赚个1、2百不难，这个才叫幸存者偏差。所以他说的第二个家庭缓冲，吃妈妈做的饭，你家庭是终极兜底，你不行回家还有妈妈在家，妈妈一个月1、2千的做的饭给你吃，也就一个月1、2千。那这孩子你妈妈的钱从哪儿来的？你妈妈的一个月1、2千从哪儿来的？如果你妈妈也失业了，有多少妈妈已经失业了，在做家政，是不是在扫大街？有多少妈妈在去摘草莓摘蓝莓，一天10块钱，不对，10块钱16块钱1小时是吧？一天赚100多块钱。所以说我说写这个文章的人，他恐怕他自己也不是农村的，他自己全靠自己脑子想象。我就特别讨厌我做节目的时候下面有个人留言，我不认同你的看法，我觉得农村怎么样就挺好，
说这种话的人，大部分他不是农村的。实际上，严格意义上他没有发言权，他不是农村的，他不知道农村什么现状。那还有一部分是农村的，但是他是北京郊区，他是上海郊区，他是深圳郊区农民。那他妈那农民比企业主还有钱，你能叫农民吗？你是深圳郊区的农民，或者北京郊区的农民，你比大厂码农还有钱，你跟我在这扯什么呢？这样的农民有多少呢？那是少数，对不对？你在大城市周边的农民，你说不定赶上拆迁，一笔巨额财富来了。说不定你不拆迁嘛，但是你头脑灵活一点，是吧？在那儿搞个什么农家乐和什么之类的，甚至把地包出去，让人家承包，让人家干个啥，都能赚钱。但是绝大部分农村地区它没有这个条件。数据告诉我们，农民都在离开农村，对吧？都在进城务工，都在当保安、扫地。留在农村的农民都去摘草莓、摘蓝莓，一天1个小时10块钱。这些数字难道是编造的吗？你自己不会去看是吗？动不动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显得自己跟个傻缺一样的。如果你是江浙沪，是吧？长三角的农民，他不一样，因为他那地方经济发达，你要挨着县城，你的收入其实还可以。但是这样的农村有多少？很少。所以说这个作者也是，他说回家吃妈妈做的饭，1个月1、2千就真吃得很好。那你有没有想过你妈会失业？你妈现在是有编制吗？还是国企？好，你回农村，那我们现在天天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天天呼吁农民60岁，给他发500，不要再发150了。难道这玩意儿呼吁都是假的是吗？照你这么说，那农民还可以扛，给他涨干啥呢？为什么要涨到500？没必要，对不对？那不仅自己有钱，还能养活儿子呢，对不对？孩子大城市混不下来，孩子回家还有饭吃。你说都是些什么人，对吧？这些人就是叫何不是肉糜。你在北上广深混不下去，回到那个18线小县城，家里总有一口热饭，你看看他就觉得这么简单。那有多少小县城的人已经活不下去了呢？失业的去摘草莓，去大街上捡易拉罐，捡纸壳子，抢纸壳子，还不是捡。他这个都有一个前提，是你自己不行，但是你爸妈还可以，是体制内烟草公司的，要么银行的。小县城收入还不错啊，那你可以回家。如果你爸妈在县里面是个小企业的，那也是今天有今天没明天，随时准备被裁，工资能不能发下来都是个问题。那你无非就是说你爸妈还有存款，还有点存款，那1个月供你吃1000块、2000块还可以。那这是另外一个话题，这是中国人跟西方不一样的地方。西方人他没有存款，他是有多少花多少，是吧？没有存款的概念，的习惯。但是我们这种东亚民族，他就是有忧患意识。实际上为什么要存款？存款反映的就是忧患意识，就觉得未来不行，所以我现在就得存。我指望不上社会，我指望不上别人，我只能指望自己，呢就是银行存款。所以说东亚民族都一样，不管是咱们日本、韩国，好像都喜欢存钱，玩命存，高储蓄。所以但是他说第3个缓冲，他说消费降级，而不是消费这个叫什么，叫熄火。显然这个说法他只看到了前半程，他算不到后半程。消费降级后面就是消费熄火，不用说了。以前叫我们追求极致的性价比，最早的时候消费是什么消费？叫冲动消费。冲动消费，我觉得我需要这东西，我就花钱买回去，其实也没看，也不打开，是吧？10几年前都这样，很多女孩子淘宝什么这个唯品会，是吧？网购，那都是冲动消费。这个衣服一看很漂亮，立马就下单，100块、80块，下单买回来吊带都没剪，这好多都没拆，直接扔在那儿，这叫冲动消费。为什么？因为他收入还可以，1个月花1、2千买东西无所谓。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大家工资越来越难，涨不上去，你买了房子还按揭贷款，生活压力越来越大，这个时候大家追求的就不叫冲动消费了，开始性价比。就这玩意我看着很便宜，是吧？我就买，讲究性价比，因为我收入难了。这个衣服以前卖100，现在卖40，我就是占了便宜，把它买了，这叫性价比。但是买了这个时间也不穿，又不知道扔哪儿就腾灰，都是这种心态。那第3个层级什么，就不叫性价比了，根据实际需要。就你这个衣服卖的再便宜，你卖10块我也不买，为什么？我不需要。不是因为你便宜我就买了，你再便宜我也不买，因为我不需要，我可以忍。
我这个月买衣服预算就是400块，我已经花完了，所以接下来你衣服你哪怕10块5块一件我也不要。消费就是这么层层递进。那我们在叫性价比的时候，政府刺激还管用，发券给你刺激，你一算账发现还可以啊，这个冰箱是吧？我要买新冰箱要3200，政府一补贴只要2200，好多人就把冰箱给换了，这叫性价比。但是现在是什么？现在是你给我发1000块钱券，我也不换，为什么？我那冰箱还能用5年，我为什么要花2000块钱？我自己还掏2000，我换冰箱，过3年再说。这就是消费一点点的降级，降到最后消费就熄火。大家叫极致的控制自己的勒紧裤腰带花费，控制花费，你不花钱的地方坚决1分不花。所以现在年轻人叫什么？该省省，该花花。该省省什么意思啊？该省省，该不花钱的绝对不花钱。该花花什么意思啊？他必须要花的钱他也花，所以就会造成什么呢？造成你看一到节假日、小长假，那出去玩的人人头攒动，人数是在增长的，但是人均消费只有114。你想想吧，一天一个人就花114，能干啥呀？这就是为什么年轻人出去玩动不动还住帐篷。你别说5星级酒店，也不要说什么快捷酒店、经济酒店，也不要说什么民宿，统统不住，人家就住帐篷。有的人甚至他们门票都不买，在门口拍张照就走了。正因为不买门票，就在门口拍照片，是不是啊？说打卡，说我来过了。他也不买票，让他走了，这种景区就很有意见。那景区有意见的，这么多人来了也不买票，人家走了，所以你就在我这拍照是吧？好，我不让你拍照，所以我在什么景观前面拿种绿树，对吧？搞围栏，搞挡板，不让你拍照，这不是媒体报道的吗？这不是咱们在这编的，对吧？上海关跟上海关合影的是吧？人家就不让你照，人家在前面再栽一排树，你想跟上海关合影，你就得买票进去。那他既然有这个手段，恰恰说明很多人他不买票，人家就到这儿就是打卡的，就拍个照就走，这就是旅游。这就是为什么人均才114啊，人家连门票都不愿意买。所以说，也就是这文章他没看到消费降级，他只看到了降级，他没看到下面就要熄火了。降级下面就是熄火，正因为熄火，所以咱们4月份咱们社零只有0.2%的增长，这是国家公布的数字，统计局公布的。4月份只有0.2%的增长，如果扣除什么 PPI、CPI 涨幅，那这个4月份咱们社零是负的。马上5月份的社零数据就要出来了，还有1个星期你就能看到。所以这个作者他只看到消费降级，大家都去淄博吃烧烤，他不知道正当大家都去淄博吃烧烤的时候，去天水吃麻辣烫的时候，下一步就是熄火，就是不该花的钱坚决1毛钱都不花。所以熄火对那什么，对你怎么刺激都没用，你刺激都没用。你说给我发优惠券，给我发50块钱，让我去哪个酒店去哪饭店去吃饭，我不去，没空，因为我去了我还得花100多啊，完了再拿你那50的券。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你本地生活，你把抖音打开，你本地的那小饭馆现在全部都在拍抖音搞流量，团购餐，你要去吃，我觉得这饭店能赚钱吗？非常便宜，这实际上这就是恶性竞争。为什么恶性竞争？因为大家不去了，只好降价，往死里降。我在抖音上搞宣传降价，你不降，那你那个店更没生意，你就等着死。你被迫你也来降价，你降我也降，我降我们就看谁降的厉害，极致的内卷。就这样，你好多人还不去。我看那小店门口其实生意也很一般，他们都在抖音上做团购。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你身边的那些店是不是在这么干。只要有一家干，其他家都得干，不干你就没生意。实际上反映的这是消费，大家不消费，所以你怎么刺激都没用。所以这哥们儿说什么消费是降级，不是不消费了，说明他不懂。那他说的第4层缓冲叫预期管理。他说现在年轻人跟过去不一样了，现在买了房子他也不指望着暴涨，读了研究生也没想过要年薪50万，也就是预期没那么高了。这个倒说的在理，你把你的预期调整一下，你过得还稍微还可以的，或者就说失落没那么大。他这个说的倒是对的，你要调整一下预期，你不要老指望买个房子然后就暴涨2倍，进了红绿市场，把那窝囊费往里一扔，完了之后就能翻倍，不要有这想法，这是对的啊。信奉只要我不买房子不生孩子，抗风险能力强，这个说的是对的啊。然后接受自己可能终其一生只是个普通人，这也是对的，就是趁早认清自我，
给自我的定位要准确恰当，你就不那么累，心累。你老觉得自己是巴菲特，完了晚上2杯酒一喝，你觉得自己是马斯克，对吧？在早上早酒一喝，你又觉得自己是特朗普，那你说这个你好不了，是吧？要及早认清自己就是个普通人，普通韭菜，那我们就做普通韭菜要做的事情，把靠自己一天8小时挣的那窝囊费给他看好，保管好。所以说他这个文章，他有的地方说的是在理，但是他很多地方是因为经验不足，他往下看，他只能看到现在，他不能往下看天塌了。所以说这文章所说的为什么失业这么高还很稳定，那这只都是表象，就像烧开水一样的，那水它温度没到100度，现在是90度，那看见咕嘟咕嘟的，它没到100度，所以它不开，现在正在往100度的过程中，到了100度它自然就沸腾了，是不是这个道理？但是你不能说，你看我下面火还在加着，对不对？火还在烧，它居然你看不照样不开吗？没事，你接着再烧一会儿，是不是？你再把锅盖严一点，把锅再盖严一点，不行，锅盖上面再放2块砖头，你看看沸腾不沸腾？所以说这个就像一个螺旋，我们为什么老说恐怖螺旋，就是说你看着上面好像转的还不够快，是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什么江里面或者河里面有漩涡，你看着漩涡就是的，你看上面好像转的还不够快，但是越到下面速度就越来越快，恐怖螺旋。我们现在到了中部，就在3-4年前，我们都在聊县城婆罗门，说这个大城市的白领回到县城之后，春节发现县城没有变化，县城的贵妇还在逛商场，感觉县城经济还是一片如火如荼，是吧？我记得当时我们做节目就说了，这个我们一直在说，这个县城它只是含义还在路上，它还没到县城。你这些白领跑得快而已，对不对？你得从北京上海咣当一下回家过年。北京上海这地方某种程度上它更加市场经济，就更加，尤其是白领，他感受的更多的是市场经济。他在大厂上班，他在互联网公司上班或者房地产公司上班，但是有时候他们是受到第一波冲击，天塌了，找不到工作，或者找到工作的这工资在下降。他回到县城一看，县城还如火如荼，自己的高中同学一个个的还可以。大家记得，但是我就说含义在路上，含义只会迟到，不会缺席，这都是咱们的观点口头禅。这不2年时间过去了，含义它不就到了县城吗？所以现在你在网上看到很多的文章介绍，那都是县城不行了，县城的婆罗门，县城的贵妇都不见了。因为县城它是那种叫计划经济，它更多的是转移支付，他们就是搞基建，修桥修路，婆罗门分钱，就这一招。那最后现在这一招也玩不下去了，你看转移支付，工资现在也发不出来，奖金更发不出来，县城也不行了。所以这个作者还认为你在大城市混不下去，你回县城现在都是婆罗门都混不下去了，你这个普通牛马你混啥？把灵活就业，把送外卖开网约车，把粉饰成海绵缓冲，这个多多少少是对牛马对韭菜的一种心理安慰，是缺乏高薪工作，缺乏优质岗位之下的一种无奈选择，就是被迫。而这个家庭缓冲那更是饮鸩止渴，不是什么退路，更不是什么定海神针。你在城市混不下去了，回家啃老，你爸妈如果是胡一静老师那还可以，大部分爸妈都是农民，自己养老1个月150，你忍心回家啃老吗？怎么啃呢？即便你父母是小县城的，这个企业的职工，那也是面临着工资发不出来。即便是个有编制的，那现在恐怕也遇到问题，你就回去啃。所以当然了，我们也不能要求太高，不能太过分。也就是这些自媒体文章，你不能指望它找到根源，是吧？那问题根子在哪儿？找到了你也不敢说，所以最后只好把它简化为韧性，叫坚韧。说坚韧总是没错的，我们有韧性，我们也可以吃3万一桌的山珍海味，我们也可以啃2个馒头加榨菜，不就这意思？这就是韧性嘛，这就是我说的韧性。所以我们现在提前要准备吃馒头加榨菜，锻炼自己的韧性。你不要老想着山珍海味，准备先吃它3年的或者5年的馒头加榨菜，做好这种心理准备。所以最终我们得出结论，这个所谓的失业这么多，大家这么难，但是还很稳定，那这个只能说它是一个假象。
水底下火如果不抽掉，迟早水是要开的。这个还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吗？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